这条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狗白面金不换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么多中华田园犬之中，它是排在第一位的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。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种金虎斑啊，大家看清楚一点，因为它的斑纹呢，像那个老虎的斑纹一样的，大家看带金色的，这种叫金虎斑，是以前皇帝的专门用来狩猎的御用犬。第三种小狗，黑色的啊，再看一下这种就是黑狗，全身没有杂毛的啊，黑舌头的，这种叫五黑。排名第四的啊，这种叫西洋通灵铁包金啊。大家也不要太迷信，传言这种狗啊最适合做大山的深处里面养的，懂的朋友都懂。另外还有这种是很古老的犬种，叫狼青。狼青什么品种最好呢？最好是圆头短嘴小耳朵，黑舌头的。过来，过来看一下。这条都是黑舌头的，这种才是极品。它是排在第5位的。另外还有一种纯白色的中华田园犬，我们叫它五雀，因为它的体味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没有上榜。排在第6位的就是三流红了，因为它比较古老，也是比较稀有的品种，所以老人一下子找不到发出来给大家看。如果大家手上有这种狗的相片的话，欢迎发到评论区里来给大家欣赏一下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